有孩子以前，我很喜欢吃路边摊、小吃店，但是有孩子以后，我喜欢到对儿童友善的餐厅，因为座位很舒服，环境很干净，有亲切的服务，而且很容易找到洗手间。我们平常都在家吃饭，但偶尔会到餐厅享受一下。今天到陶板屋用餐，这是连锁餐厅，全台湾都有分店。这家餐厅的菜有点西式，有点日式，餐点是套餐式的。套餐有沙拉、前菜、汤。主餐、和食、甜点和饮料。给女儿点个儿童餐，色香味俱全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儿童的主餐可以选择牛肉或鸡肉。餐厅会提供色铅笔和画纸给孩子，等餐不无聊。当月寿星可以得到甜点1份哦。今天我吃了鸭胸，你们想试试哪一道菜呢？留言和我们分享吧。Before we finish today's video, 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. 路边摊、小吃店、儿童友善、儿童友善、座位、环境、干净、亲切、服务、洗手间、厕所、偶尔、享受、用餐、连锁餐厅、连锁、分店、有一点、西式、日式、是、餐点、套餐、沙拉、前菜、汤、主餐、主菜、和食、甜点、饮料、点、儿童餐、色香味俱全、选择、提供、色铅笔、画纸、等餐、无聊、当月寿星、寿星、鸭胸。